港府耗資300億元打造嘅啟德體育館咧，而家就喺我身後面啊！嗰一晚咧，亦都放咗一個盛大嘅煙花。如果大家搬嚟住之後咧，就可以隨時喺屋企欣賞到體育園咁靚嘅一個夜景，同埋咧呢一個樓盤仲可以享受到4重嘅景緻。分別咧就係前面呢一個都會公園啦。咁大家想象下，佢起好咗之後咧，就係一片綠油油嘅草地同埋花園喎。另外咧，都可以望到我哋香港呢個獅子山宏偉嘅山景嘅，仲有呢一邊一個維港煙花海景，有咁多重嘅景緻咧，相信一定可以滿足到對美景有要求嘅買家㗎。由呢度行過去體育館咧，只不過650米嘅距離，咁可以隨時咧落樓就已經可以欣賞到演唱會啦。呢個單位咧係一個3房1套，連一個工人姐姐套間，面積大約係650尺。呢一邊咧係可以放到一個4到6人嘅餐桌，咁嗰一邊咧就有個玻璃頭門連接翻呢一個露台。而家一齊入去睇下一個主人套房啦。最大嘅優點咧就係3個房間都係廳房圖向嘅，同樣可以望到呢一片咁靚嘅一個維港海景啦，同埋體育園嘅一個景觀嘅喎。咁房間都可以放到一個 king size 嘅雙人床，同埋做到兩邊落床，都預留咗一個好大嘅衣帽間嘅位置啦，係可以放到一個去到天花板咁高嘅衣櫃嘅。我哋而家一齊睇下佢嘅浴室啦，所有嘅浴具都用翻歐美嘅一個知名品牌。咁呢個鏡櫃咧就同個樓盤嘅名係呼應翻，做翻一個鑽石形嘅切割位喎。咁少女氛圍嘅房間咧就好啱攞嚟俾你嘅寶貝心光女用嘅。窗頭位置放翻一個單人床啦。咁女女咧以後每日起身望到一個咁綠油油嘅公園景觀同埋海景，心情更加開心，讀書咧更加進步。咁第3個客房就可以將佢咧改造成一個自己嘅書房同埋工作室，同樣地都係有翻一個落地玻璃窗嘅設計，令到成個採光度大大提升翻。至於第2個廁所咧，亦都係貼心咁樣用翻一個拉趟門嘅，就唔會佔用到呢個走廊嘅空間啦。咁呢個浴室咧就提供翻一個淋浴間，都係採用翻一個酒店式嘅設計，提供咗呢個毛巾架，住喺度嘅家庭成員係有翻一個貴賓嘅感覺。廚房嘅開則長而深，提供翻一個充足嘅備餐空間。另外，所有嘅廚具都用翻德國知名品牌 Miele 同埋 Siemens， 亦都係家庭客最愛嘅緊廚。明火煮食爐之外，同埋有個紅酒必備嘅紅酒櫃，上面都提供咗一個充足嘅儲納空間。阿 K 咧自己就真係好中意呢一度咧一個4重景緻，無論係香港最出名嘅維港景觀，下面以後會起嘅呢個都會公園，同埋體育館、演唱會嘅一個煙花景，同埋咧阿 K 自己好中意嘅呢個獅子山嘅山景咧都有齊晒嘅喎。除咗3房1套咧，仲會有2房同埋1房嘅選擇。咁今日介紹就到呢度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同埋關注我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